伫咧台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互乘客用电子支付来纳这车钱，毋过伊的口座呢，却是放伫做是警示口座，无度使用，互当作是诈欺的共犯。伊是赶紧提出相关资料，向警方证明口座才会当解除警示。这计程车司机也烦恼讲，即马诈骗遐尼济，伊又阁无度经人去。伫台南开多元计程车的计程师，差点真做诈欺的共犯。今年5月，计程师经由朋友介绍一个有约的人客，当时经由 iPass Money 支付467块车钱，不过最近伊的户头却是无法度来使用。伊去问银行甲警方，才发现讲，家己户头已经被列做警示户头了。本分局侦办诈欺案件，循金流查出其中一个联防账户为该司机所有，经司机向本分局说明并提供资料佐证，厘清未涉及诈欺案。计程师提出资料来证明，甲警方证明讲家己清标，并无涉案，警示户头才用解除。这个诈骗是层出不穷啊，所以这部分就是只能自己也没办法自己小心呐，就是只能透过警方跟银行那边来帮忙协助。因为咱埔这边嘛是迄个现金支付嘛足普遍啦，哎呀，看北部那边要需要就讲改装啦。因应这个时代，坐计程车除了现金来付钱，也增加多元支付方式，互人可以使路卡、电子支付。要么计程车司机无多来经人客，其实反倒等互诈骗集团利用，甚至有人载到诈骗的车手，也要配合调查。公司里面都有 GPS 可以调那个记录起来，所以你根本如果说你今天刷卡都还是从公司花那个支付这种金额给司机的。警方防堵这诈骗行为，拆解金流的户头，毋过愈来愈流行的数位支付，恐惊真做新的洗钱方式。车队的系统后台除了保留路线甲收费记录，也建议司机加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家己加一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